哎呦，是魏夫人。想来大监不会不知，大王已经命我主持打理后宫事务。今日我本想依照宫规处罰一小童，大监为何出手干預？老奴也是受命而行啊。奉誰之命？大王。大王？这不可能。夫人是怀疑老奴在假傳大王旨意。大王他不在宫中。大王耳聪目明，夫人若是对老奴有責怪之處，可以向大王直接请旨問責。夫人恕罪。大王今日回宮，老奴還有很多雜務要去處理，告退。你们唱的是什么呀？学生没有教过你吗？这是《诗经·黄鸟》。诗经。黄鸟。公子怎么了？黄鸟。黄鸟。应当是主鸟更多。不，是黄鸟。悄悄黄鳥止於棘，誰從孟公？子車燕兮。悄悄黃鳥止於棘。哎，誰從孟公？公子冷了吧？我們去那邊喝碗澡湯，暖暖身子。誰從孟公？有肉，哎，来了。謝謝客官。客官慢走。啊，坐。客官請坐。哎，好。客官慢用。这枣树高大甚好，是誰家的呀？啊，这个是小的姨丈家里的。姨丈家这棵枣樹啊，在附近邻里都是最大的。哦，结出的枣啊，在城里也是最甜的。我这小摊啊，就靠着树上的枣撑着呢。我方才從東面過來，看到那裡摩肩接踵，車馬喧囂，那是什麼地方啊？那個是齊國的皇家驛館，定是來了什麼貴客，在那兒落腳的。小二結賬。哎，來了。悄悄黃鳥止於棘，棘枣樹。公子怎麼了？月兒，誰是月兒？月兒，楚國的公主。公子是不是想起什麼了？子歇。我是黃歇。黃歇？對，我是黃歇。我是黃歇。
我是黄歇。月儿，黄歇，黄歇，月儿，想起来了。